保利堂悅呢個小區嘅整體細節咧做得非常之好嘅，佢嘅產品咧分別有複式，亦都有平層。今日睇一隻剛需嘅3房。其實400零萬咧喺港島新城揾個品質小區咧，唔算太困難。好似今日呢個為例，保利堂悅，當時阿仇咧你自己差啲買咗㗎啦。咁依家嚟講嘅話咧係400幾萬再攞低，以前咧係要500幾萬嘅。而且隻86方入正嘅單位咧，仲要帶一個入戶花園，洗烘屉機嘅位置咧都係放晒喺出邊嚟㗎啦。鞋櫃位置咧都係有嘅。雖然係一個小3房嘅設計，但係業主咧比較有心思，所以睇上去嘅話咧，成個係比較溫馨嘅。除咗將廳出陽台嘅部分打通咗之外咧，亦都係做到個茶室放咗喺陽台嘅位置嘅。望翻落去咧就自己嘅小區花園，亦都望到中央公園嘅泳池景觀啦。咁雖然咧係小3房嚇，但係依間屋咧攞嚟上車就啱晒㗎啦，因為咧佢帶一個華富嘅小書包啦，亦都係當年 N+1嘅一個設計。呢邊咧係個陽改房嚟嘅，隔離咧就係我哋嘅中房位置，亦都係帶飄窗㗎啦。咁轉翻嚟呢邊咧就係乾濕分離嘅衞生間，亦都係對翻小區園林嘅。大房位置其實咧佢係完全足夠做3邊落床位嘅。咁目前嚟講咧，依間屋400零萬新框框。如果你係中意品質小區嚟講咧，不妨可以過嚟睇下呢間屋啊！有興趣嘅，關注我條，帶過嚟睇。